后来继续来到台中的西屯，有一个11岁小女童，昨日行伫个路里，互一个生分的女性甲踏倒受伤。啊，讲迄个女性1点钟内，搁伫个人100米远的桥上，甲第2个小女童嘛共踏倒。小女童的妈妈讲，原本真独立的囡仔着青惊，到即摆身魂拢也未找回来。啊，警方调监视器，找到迄位女性，除了甲强制送病院，嘛用伤害罪甲移送法办。穿红衫的查某人伫咧桥上外口的顶仔卡行来行去，最后徛伫个顶仔卡大约等2分钟，看到一个囡仔出现，查某人随抢过甲伊摔倒，然后佫急哭哭离开。碰摔倒的囡仔雾煞煞，唔知影发生什么代志。啊，那这已经是查某人伫即天内底1点钟内摔倒的第2个囡仔。因为原本他们都自己上学啊，然后现在都不敢去。囡仔的老母讲，查某囝国小3年，到大也阁惊惊，过去拢真独立，即马若是一个人就会真惊吓，心理的伤害已经造成。像今天，对啊，今天都自己接送啊，因为他们现在不敢啊，可能就是要做心理辅导啦，因为我看他就是一直哭不停。啊，那杀囡仔的查某人头一届是伫咧西屯区的上林街甲上安路口，当时11岁的囡仔甲老母行伫个路里，查某人就冲过出力甲囡仔摔倒，摔落来就逃走。头一届是早起8点伫上林街甲上安路口，第2届是8点36分伫上林街的桥上，两届的地点差不多100公尺。当时查某人伫1点钟内连续甲2个囡仔摔倒。啊，那警方接到通报，调监视器伫咧早暗找到当时查某人，甲伊强制送医。待其出院后，依法送办严惩。因为案发的地点附近有幼稚园、托儿中心、有国小，出入的囡仔真多，不少家长拢真烦恼，囡仔会受害，一直到当时查某人互抓到，大家才透一口气。警方嘛以伤害罪甲查某人送办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